好，即馬是食飯時間，中晝到底要食啥咧？其實有真濟高中呢已經開放，予學生囡仔會當中晝的時陣出來外口食飯，也是講要這中晝頓去學校食。即馬這新竹高中的學生也希望講學校會當對咧開放。也毋過學校這方面呢是表示講這牽涉到安全，也個校園的管理等等，後手會找學生的代表甲家長的代表做伙來評估。學校外口有賣面的自助餐，還有點心檔，逐項看起來攏真好食。不過新竹高中的學生愛等到下晡4點下課才食會到。高中到底敢會當開放學生去外口食中晝頓？最近佇新竹高中引起討論，同意甲反對的人攏有，家長冇袂少意見。可能選擇多一點吧，我自己沒差。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沒必要，出來吃飯其實沒有太多的必要，附近沒有東西，沒有太多東西可以吃，所以要跑很遠。這樣子出來，以防萬一，如果危險怎麼辦？危險怎麼辦？對啊，這是家長要負責呢，還是學校要負責？學校指出，目前學校內底有餐廳提供多項的菜色，還有超商。另外，也開放學生訂外送，基本上學生的選擇已經真多元。不過，也是會收集學生家長的意見進行討論。學校裡面是有餐廳，那學生也可以在餐廳裡面訂製便當。那學校也有 OK 超商。那就是學生也可以外訂，當然安全上的顧慮是一定會有，但是就像學生目前他們的一些意見，那我想我們還是會先凝聚共識，再做最後的決定。好，也坦白講，中晝食飯時間剛才1點鐘，在這麼短的時間開放學生出來外口食飯，就有可能因為排隊等傷久，恐怕影響下晡的課程，所以需要真完整的評估，再決定後一步要安怎做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